開始前又戴翻個頭盔先。今次要介紹嘅係連鎖分店 Pizza Marlo， 總共有6間分店，分別係銅鑼灣、荃灣、屯門、旺角、尖沙咀同埋啟德。我哋去過幾次，發現佢個餐牌會不定期更新，有啲就係限定，有啲就係 crossover。我哋2個人去食，每次大約就400至500零蚊左右啦，但係個份量同質素對得住個價錢㗎。呢度嘅加一，我覺得絕對值得比啊！韓風蟹肉塔實物同餐牌幾乎係一樣，甚至乎我覺得仲靚啲添。滿滿嘅蟹肉夾住啲牛油果、青瓜同埋椰菜，仲有個泡菜蛋黃醬。雖然我就唔係好食得到泡菜嘅味道，但係佢有少少嘅辣，超級美味嘅配搭，口感同味道都相當豐富，而且好有層次。重點係佢絕對唔會死鹹，每一啖都食得到蟹肉嘅味道。每種食物又唔會互相搶味，但係又可以互相襯托喎。最估唔到嘅就係呢個黑糯米烤餅啊！齋望就好似冇咩特別，食落就好香脆，淨食又得，配埋個蟹肉一齊食，絕對係停唔到手，而且佢嘅份量都唔算少。炸魷魚圈同埋炸章魚仔都有食過，不過我就推介炸章魚仔多啲。一來價錢平啲，二來我覺得炸章魚仔嘅味道比較好食，而且喺出邊比較少有。章魚仔同埋個醬，個粉又唔會太厚，章魚仔又唔會太韌，配埋佢個醬汁，絕對係忍唔住食完一件又一件啊！蟹肉飛魚子意粉呢個，我覺得個餐牌就影得靚過實物啦。原因係嗰注意粉已經挺身好多啊，蟹肉就非常之多，飛魚子亦都唔少，賣相好吸引。呢度個醬非常之濃郁，好彩就唔會太結，所以就冇咁流。間中咬到啲飛魚子，所以增添咗個口感。意粉煮到軟爛適中，而且好掛汁。中意食意粉嘅一定要試，建議2個人以上 share 啦。如果唔係，食完佢應該食唔到其他嘢嘞。我哋第2次叫咗同一款嘅意粉食，今次個賣相靚過第1次，因為個意粉塔夠高啊，味道亦都一樣冇變過。唔知大家食意粉會唔會先將佢撈勻呢？個人覺得將佢撈勻咗之後，每一條意粉都掛咗啲醬汁，會更加好食嘅。地中海墨魚汁海鮮意大利飯呢個嘅味道就好出色，而且佢啲意大利飯唔會太硬，軟爛適中。海鮮都多款，不過最特別嘅係佢有海藻，突然間覺得佢真係好韓式啊！不過我就唔太建議食呢個，原因係食完之後成個口會黑晒咯。煙燻鴨胸泡菜卡邦尼意粉，如果唔係對呢幾個組合太情有獨鍾嘅話，個人就唔太建議啦，因為個 combination 有少少獨特。獨自分開食 OK 嘅，但係撈埋一齊就夾唔埋咯。漁夫番茄燴海鮮，其實個份量都算多，可能係海鮮嘅關係啦，所以個價錢亦都相對貴。海鮮就有藍青口、虎蝦、帶子、魷魚，其中就以青口同埋魷魚嘅份量比較多。味道方面，茄汁味就比較出，唔係太食得到海鮮嘅味道。海鮮嘅質感就係爽口彈牙。餐牌就寫黑米脆包，其實咪即係蟹肉塔嗰個黑米烤薄餅一樣，只不過係少咗啲芝士粉咯。一樣淨食好味啦，配埋個番茄醬就偏酸，個人都係中意配蟹肉塔多啲。炸雞方面都食過幾款唔同口味，不過有啲唔記得影相咯，好似火辣炸雞配蓮藕片、火辣秘製炸雞同埋蜂蜜蒜泥炸雞配蝦片。我哋每次都係點6件啦，通常都係雞髀、雞胸、雞翼連雞翼尖各2件。無論咩味道，啲雞都係咁多汁，夠嫩夠滑。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呢個蜂蜜蒜泥炸雞配蝦片，個人就比較中意呢個蒜泥味道就好突出，配埋個蜜糖好有 BBQ 嘅感覺啊！唯一缺點就係啲蝦片放耐咗就會變腍變軟，唔夠脆。講咗咁耐都未講到 pizza，話晒個鋪頭名都叫 Pizza Marlo。
呢度嘅披薩底就有分厚薄批，甚至乎有個蜜糖杏仁邊添。價錢就由100幾到200幾左右啦。呢一個披薩係烤雞，成個名我就唔係好記得啦。勁多芝士，鋪到滿晒，一啲都唔手軟。烤雞亦都夠嫩夠多汁，不得不讚個餅底啊，好鬆軟、煙韌，而且好香。又係一個會追住邊食嘅披薩。第二次去食，我哋就嗌咗呢一個蜜糖杏仁邊，但係全名唔記得係咩嘅披薩啦。呢個披薩勁多料啊，有煙肉、有蝦、有蟹柳，大量嘅芝士、青椒，仲有意大利人最憎嘅菠蘿。切開嗰陣見到啲拉絲芝士係最開心嘅。另外呢個披薩我最期待就梗係食個邊啦，因為係蜜糖杏仁，中間仲要有芝士添，中意芝士嘅必試啊！呢個披薩算係比較貴嘅，要200幾蚊。個人比較中意食呢個披薩，料就多到一個點，絕對唔會偷工減料。個皮都係一樣咁鬆軟，而且煙煙韌韌，食到杏仁嘅時候又脆脆地，口感同埋層次就更加豐富。之前食薄批嘅時候，我哋2個人都食得晒，但係今次叫咗呢個蜜糖杏仁邊，我哋就食剩咗1/3啦。為咗唔嘥嘢，我就梗係打包拎走啦，諗住第二日 lunch 食，叮翻熱一樣都係咁好食啊！不過因為運送途中有少少失誤啊，所以個賣相就爭近啲。我哋都有嗌過佢啲 mocktail 都唔錯嘅。尖沙咀呢間直接有個 bartender 喺度，可以飲 cocktail 添。可能呢間係韓式餐廳，所以味道同正宗嘅意大利披薩會有唔同，不過就比較啱香港人口味，而且用料豐富，食物亦都好新鮮，唔會偷工減料。相同圖幾乎係一模一樣，絕對唔需要商品說明佢啊！有時候口痕想食披薩，都會特登過嚟食佢。其實食嘢價錢當然係重要啦，但係質素亦都唔可以太差。呢間我覺得大部分嘅食物都係值回票價嘅。今次就介紹住咁多先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